上只听到的过年传说就是年兽，不过大家敢知影台湾有家己的传奇故事哦，就是丁猴。伫新竹有老师用台语要讲，互大家了解。大家会记请丁猴食鱼啊？啥物啊？竟然甲我讲袂记？台语老师用活泼的方式向大家讲丁猴故事的由来，大家大人囡仔拢真认真听。古早时代，年节故事上有名的就是丁猴，只是随时代改变，已经愈来愈少人知影。那丁猴就是较早的人帮因举油丁的迄个高山啊，就是迄个生命。啊，到要我过年的时阵，大家拢会烧圆仔，啊，甲圆仔黏伫个每一项因要感谢的物件顶悬。啊，毋过有一冬因袂记，甲迄个圆仔黏伫丁猴的身躯顶，所以丁猴就因为安尼生气。就走去天庭交玉皇大帝斗，土地公就叫大家托梦讲啊，明仔载玉皇大帝要做大水，所以后来因就决定，甲迄好食物拢煮的，然后甲迄钱拢分的，所以后来就变做是咱二九暝做伙食饭为乐，佮有咱摕过年钱的由来。除了丁猴的故事通好听，现场嘛有过年台语游戏会当耍，另外老师传用写印来做红包乐啊，互大家动手做过年红包。这丁猴的故事，阮拢毋知，想讲，带囡仔来参与这活动，然后了解咱的传统。因为家里长辈都是讲台语，想说给他来听听看，就是台语的故事，就是体验一下，说就多练习台语啦。老师用台语讲故事耍游戏，除了会当提悬加深大家对台语的兴趣，也互大家提早感受到过年气氛。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。